今日我哋嚟到九龍仔公園1號場，將會為大家直播甲組聯賽，中西區將會對住三星啊！好，笛聲一鳴，賽事開始。控球權仍然喺中西區腳下，睇翻明視線，分咗過嚟，黃力威有冇機會發揮佢速度？郭建邦埋嚟同佢對位㗎啦，幾下假腳，右邊落底線，刮到出嚟，中路大漏，哎呀！喺呢邊蘇沙就攞出隻私家右腳啊！第一時間抽射炒咗落波底啊！尤其我哋三星球員呢幾個球員喺前場一失咗控球權之後咧，立即就已經做翻一個壓迫對手嘅動作啊！希望攞翻個控球權盡快啊！李康廉踩後咗，劉浩林放入去蘇沙，叫翻隻左腳，呢個波犯規啦！咁啊，呢個波就見到袁俊南就追到埋嚟嘅時候，就俾阿蘇沙叫過之後咧，就將對方咧就擊跌咗啦。好，危險位置嘅罰球啊！中西區邊處理呢？黃力威假嘅，蘇沙先係真，左腳燙角散中袁俊南，彈高咗呢個波揼翻落嚟，黃子豪最後都翻身執得翻。三星都好中意做一啲嘅小範圍嘅短傳啊，撞下咁插入去。尤其係蕭俊銘啦、黃良傑啦，咁啊呢個波蕭俊銘擺脱咗重圍，分落去，咁啊鬥得贏咗喎。劉卡斯拿翻我哋劉子堅一撳，蘇沙飛身嗨到。攻勢仍然繼續，鬧翻過嚟呢個波就行港行要解圍啦。咁啊，保羅仍然有足夠時間落地咧，就擋到個波嘅，俾到蕭俊銘力水唔到，瞓到仍然係蕭俊銘腳下。右邊有人走緊啦，蕭俊銘左腳放過去，黃本偉到唔到？李康廉快一步，老當益壯啊！呢個老將康廉。好啦，呢個波猜甩咗。沈耀陽俾失咗呢個波，嚟個粒射，哎呀，可惜啊！盧卡斯都醒㗎啦呢個波，趁住保羅稍為企出，即刻嚟個出其不意嘅粒射啦！俾劉建波攝咗個位，回後俾黃子豪大腳解圍。咁啊呢個時候球證亦都明場掟啊，果然啦，上半場保持4分鐘，咁啊亦都完晒。好，球證明掟下半場開始完結，掟證明結果輕鬆攞定。俾過嚟沈耀陽，再順路轉過去，李康廉擠嚟中間一個 over， 再俾翻落去陳曉峰，但係亦都俾阿雷文迪埋嚟得一得啊！咁啊，陳曉峰都做個擲手勢啊，可能就意會啊蘇沙個波再俾入中間少少，我斜走緊入去啊嘛咁樣。何俊仁左腳撳入嚟，呢邊盧卡斯頭槌頂到入比零。半場4分鐘，3星嘅巴西前鋒盧卡斯先開紀錄。睇翻呢個波，羅俊仁左腳撳入嚟個落點相當之靚，出同出之間，保羅尼遲半拍就俾盧卡斯頭槌頂入。亦都拉開件衫寫咗啲字喎，面底衫。巴西球通常都不外乎都係感謝佢哋嘅感謝上帝啦，咁啊佢哋嘅信仰啊。盧卡斯攞定，啱啱入咗波啦。今季第6個嘅聯賽入球啊！哎呀，呢個波咁樣俾出咗啲誤會，益晒黃力威，再拐過埋，黃子豪落地撲唔到，側角流入嚟中間中柱，呢邊解圍不遠，最後就劉冠邦大腳不走，睇翻一個慢鏡重播，呢個波有啲誤會，益咗黃力威拖入嚟中間，黃子豪都出形㗎啦，再拖過埋黃子豪側角之下流入嚟，最後呢波困到人，應該係困到袁俊南嘅。呢個波俾得曳啊！劉浩林攞失埋，最後羅俊仁偷甩咗前場2打3、3打4，俾咗過去左路盧卡斯入埋禁區，彈去遠處哦，直接將個波送咗俾保羅。咁多助跑應該會掟長波入去啦啩？掟落去揾迪迪馬，咬後去到遠處，心口再將過嚟，蘇沙右腳左腳一彈，中外處彈出啊！慘啊！呢個波，呢個波教球攻勢唔錯㗎，睇多次啊！黃力威界外球長波掟入去，迪迪馬就喺頭柱位將個波昂到向後，許宏峰心口照翻過嚟，蘇沙反應都好快，第一時間腳背彈埋，可惜個波中柱啊，爭啲啊收死黃子豪嘅，要繼續界外球掟翻入嚟。李康廉個短傳配合，李康廉右腳出得靚嘅，可惜太鐵門就亦都益晒黃子豪啊！打鬥撞跌咗落嚟，李康廉輕輕俾翻過嚟黃力威，再猜短嘅。俾翻上嚟，
咁啊見到迪迪馬都殺埋上去喎，結果俾到，可惜黃力威又錯失咗呢個機會。專注做斷手圍攻嗰下啦，呢下 overlap 上嚟，郭建邦沿住左路推進，扣一扣，叫翻上隻右腳流入嚟呢個波，保羅河甩甩地，再加個單手拍走，解唔晒呢個波。彭琳琳俾翻過嚟，李康廉即刻左腳刮上去，蘇莎嚟個虎尾腳勾得唔遠，再次落喺蘇莎腳下，對住呢個雷文迪，咁啊雷文迪埋嚟啦，咁啊又試下放長波掟埋去，又係響迪迪馬心口挨橫，黃力威少少波勾咗，唔緊要，踩翻後就彭琳琳，調翻上隻右腳再搓，黃力威腳去遠處位。李康廉噏多嚟中間，袁俊南都俾佢撈到出底線。李康廉角球開落嚟，從高而落，迪迪馬噏到，對翻禁區頂張俊軒頂橫，好啦，有個反擊機會，黃亮傑殺出重圍，反擊3打2，翻去左路羅俊仁，會唔會再浸翻嚟中間，俾到過嚟恆建軍，右手邊仲有個金道賢，金道賢後上右腳一扣，左腳一截，保羅單手輔到角球。哇！呢下反手圍攻4打3咧，幾乎就猜散咗。睇多次慢鏡重播，恆建軍啊右手邊金隊員走得靚啊，佢亦都處理得好冷靜，右腳立避過埋，換隻左腳諗住輕輕擠過保羅，不過保羅身高都有翻咁上下。杜馬斯頭槌又再作翻上嚟，蘇莎呢個波解圍撻咗，許宏峰喺右路撈高咗個波。蘇莎頂到，滿場仲有個安基斯衝埋去，最後就吹罰咗安基斯，呢個波就撞落啊黃子浩度。呢邊迪迪馬鬥得漏一後，蘇莎頂唔到，張俊軒右腳一射窩里，可惜炒高咗啊！許宏峰仲追緊嘅，會唔會第一時間揾人俾？唔係，叫翻上隻左腳，都俾佢過到，再推。掹都掹唔住許宏峰，仍然叫得住呢個波搏到個犯規，最後一擊啦啩，應該係保羅都開埋上嚟啦。張俊軒右路撳入嚟中間，頭槌解圍，仍然喺禁區入面嘅呢邊鬥得黃亮傑同張俊軒，最後呢個射球證明長笛呢場甲組聯賽3星憑住盧卡斯嘅頭槌入波，1-0擊敗咗榜首球隊嘅中西區。